好多家長一諗起幫小朋友報興趣班學樂器，第一時間就係諗起鋼琴或者小提琴。但係近年越嚟越多家長鍾意揀長笛，點解？因為吹長笛個姿態真係好優雅，企喺度吹好似仙氣飄飄咁。不過好多心急嘅家長成日有個疑問，係咪3、4歲就可以開始學？係咪越早學，第時就越容易變大師？哈哈，仙氣飄飄背後其實係需要好大嘅體力勞動去。大家成日覺得贏在起跑線呢句說話套用喺所有嘢度都啱，但係學長笛偏偏就係一個例外。如果太早逼個小朋友去學，分分鐘唔單止吹唔出聲，仲會搞到佢哋對音樂產生陰影。其實今日我哋真係要好好拆解下，到底幾歲先係學長笛嘅黃金時間？咁嚴重？我以為學樂器都係手指下下掣，嘴唇吹下氣咁簡單。太細個學會有咩問題？唔通因為小朋友唔夠氣？唔夠氣只係其中一個原因。你試下諗下，長笛係打橫吹嘅，小朋友嘅手臂長度如果唔夠，佢要夾硬伸長對手去拎住支笛，個姿勢就會變形，甚至會影響脊椎發展。就好似逼一個5歲小朋友着大人對鞋去跑步咁，點會跑得好？一般嚟講，大約9至10歲小朋友嘅身高同手臂長度先真正適合揸起一支標準長笛。哦，即係硬件未發展好，軟件點勁都冇用。不過我之前好似見過有啲好細個嘅小朋友揸住支好似 U 型嘅長笛喺度吹，嗰啲又係咩操作？嗰啲叫彎管長笛，亦即係 U 型頭管。呢個絕對係長笛界嘅一項偉大發明。佢將笛頭縮短咗，令到手臂未夠長嘅小朋友都可以輕鬆掂到啲按鍵。有咗呢個法寶，5至7歲嘅小朋友的確可以提早接觸長笛。不過就算靠科技解決咗手掌問題，仲有一個大關卡，就係嘴型同肺活量。嘴型？哈哈哈哈！吹笛唔係就咁刀起個嘴，呼呼聲咁吹就得啦咩？邊有咁簡單？你試下攞個空玻璃樽，要吹出聲，係咪要啱個角度同力度？長笛就係咁，佢無簧片，完全靠氣流切割嚟發聲。小朋友嘅面部肌肉同埋牙齒發展未完全，尤其是換緊牙嗰陣，漏風真係無可避免。如果夾硬要佢哋吹，佢哋會覺得好有挫敗感。所以，與其逼佢哋提早學，不如等佢哋身體準備好，一吹就響，嗰種成功感先會令佢哋想繼續學落去。明白，即係話學長笛其實係一場等候嘅藝術。除咗小朋友，其實我都識得有啲朋友喎，30幾40歲先話想學長笛，佢哋成日感嘆話自己老啦，手指唔靈活，骨頭又硬，係咪大人學就一定事倍功半？絕對唔係，大人學長笛其實有好多優勢。雖然大人嘅肌肉、記憶同靈活度可能唔及小朋友，但係大人嘅理解能力同自律性強好多。小朋友可能要老師講10次先明咩叫腹式呼吸，大人聽1次再用腦分析下就明。大人最大嘅敵人其實唔係年紀，而係放鬆呢2個字。大人生活壓力大，膊頭成日繃緊，吹笛最忌就係用力過度。呢個真，大人平時返工已經成身硬晒，要佢哋放鬆真係難過登天。不過聽你咁講，學長笛就好似一面鏡咁，小朋友照到身體嘅成長，大人就照到自己心理嘅狀態。講得好啱，音樂從來都唔係一場鬥快嘅短跑比賽，而係一場豐富生命嘅馬拉松。無論係家長幫小朋友揀樂器，定係成年人想完自己嘅音樂夢，最重要嘅係享受個過程，而唔係盲目追求進度。冇錯喎，與其糾結幾歲學先最啱，不如問下自己，我哋準備好去迎接呢段音樂旅程未？當你放低越早越好嘅執念，可能你會發現每一個當下其實就係最好嘅開始。希望今日嘅傾談可以俾到大家一點啟發。究竟你或者你嘅小朋友準備好吹出人生第一粒音符未呢？